Hello，大家好，我是红哥。先赞后看，好运不断。马上进入6月份了，利好了一波接一波。北京的中国村也开始陆续出台了关于 Web3的白皮书，可能对所有的大厂们的工程师来说可以说是一种久旱逢甘露的一个喜悦。这些年的各大厂都在为区块链的摩拳擦掌，就等一声政令了。现在终于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 Web3这个领域去大展拳脚。而6月份也将是香港 Web3的一个利好再过几天将会发布一个最新的一个监管的一个政策和对这个 Web3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政令。那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市场极有可能复苏。另外一方面的话，美国的债务如果违约的话将会诱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比如美国有关的盟友可能会共同承担美国债务违约的一个苦果。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可能很快会在这些盟友的身上去应验。所以对于整个的金融市场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空。而近期市场又开始进入了枯竭的状态，资金一直在摇摆不定，处于观望状态那么作为散户投资者如果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还是观望比较好。如果有自己的交易策略的话，短线还是可以操作的。不过马上6月份了，短线还是有机会的，所以大家依然可以关注一下香港板块。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国产板块针对于 Web3红哥做了几点思考，当然欢迎大家一起在评论区交流。那首先第一点的话Web3我认为在3年以内可能不可能大规模的去爆发。从目前的技术来看有很多的未知的这个风险没有解决，比如说 DID 的技术是非常浅的一个套壳并不能真正的解决这个用户的链上的身份的问题。那么第二点就是当前的 Web3的中心点在于追求去中心化，但是如何的去中心化又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边界，只是依托于这个非托管式钱包存在的 Web3，我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去中心化，而是一种寄生虫的这种形式存在于不同公链上的一个协议，而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以中心化的方式存在的。那么第三点就是如何的构建 DID， 那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 SBT。那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很明显的，当前的 DID 几乎以这个钱包为载体的方式存在着的。那通过钱包去记录用户链上行为数据，那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问题，实际上形成不了终身数据。那如果钱包地址本身发生了问题，比如说钱包被污染或者被黑客给监控了，或者被盗了看起来那之前在链上所有创建的所有的数据都将不再属于这个用户的本身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自己去控制这个钱包而是属于黑客或者其他的这个猎手的。所以我认为想要构建链上的 DID 还是要基于这个链下的 ID 和这个蜂窝式数据仓库将这个链上的数据进行聚合存储于链下的 ID 之上，即便是钱包被污染了，我数据依然还是属于用户本身的。那么第四点目前Web3从体验上来讲的话还是处于互联网的 1.0 阶段大部分的创业团队重点还存在于2个阶段，一个是去中心化，第二就是经济模型。而在去中心化的方面又保持着中心化的控制，在经济模型方面又强调了第一方的功效，而没有真正的起到一个社会效应。那基于以上我认为 Web3的发展目前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起步的阶段，至少会像 DeFi 或 GameFi 一样经历一波熊市的洗礼之后才会重见天日。当然随着国内的政策对 Web3的支持我相信各大厂会为原始的加密创业团队提供新的 Web3的发展思路。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还没有关注红哥可以将关注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